Hello，Tony 探路，攞咗早餐，呢杯奶嚟嘅。今日啲早餐唔同喎，同尋日啲款啊，今日啲靚好多。有茶葉蛋，尋日係烚蛋，蛋糕啊多咗一款，仲有菠蘿，多咗啲枝豆。綠色嘅燒賣，呢個蘿蔔糕，麵包好食啊！仲有橙汁，呢件蘿蔔糕啊，唔識欣賞，同香港嗰啲真係差好遠。冇蘿蔔嘅純粉。食完早餐，而家出發去搭捷運，到咗台北101 2號出口，行到過嚟44南村。開館及休館時間。有個學校開放日，入咗嚟參觀。圖書閣。參觀完畢，繼續行程。到咗吳興商圈，70蚊兩個大椰菜。唔加水唔加糖，鮮榨。小的150，大的250。它是原汁哦，回去要稀释的哦。对。買個潤餅食。65蚊啊，幾大條，幾大條。中間嗰啲係菜嚟，高麗菜，有啲肉鬆，有啲好似係叉燒啊，唔知乜嘢啊，甜甜地。
嗰啲餅皮啊，現場做得唔同嘅，煙煙韌韌。行完個吳興商圈，而家去東門5號出口去永康街。呢間聖瑪利啊，啲鳳梨酥好食。也是很多。50男啊排隊啊！雪藏奶酪49蚊，100蚊5粒，一口酥。由永康街過咗嚟忠孝復興站嘅Sogo美食廣場，嗌咗一個餐150蚊，一個羹，一個蚵仔煎，一個菜。哇！呢個肉羹啊，都好多嚿肉啊！再嗌多個餐，195蚊，又係食肉羹，嗰個糖水，一個米糕，一個青菜。頭先嗰個肉羹又好食啲啊！呢啲好似啲肉絲咁，又有菜。米糕就麻麻地，糯米唔夠腍。由忠孝復興站過咗嚟西門町，有個市集。我去前面買杯抹茶飲，宇治抹茶55蚊。行完西門町，返酒店啊真係方便，過馬路就到。55蚊細杯，但係都唔細喎，茶味都係幾咁濃喎。返去酒店啦。條片啊拍到呢度，記得讚好、留言、分享。未訂閱嘅就記得訂閱同埋隔離個鐘仔，有新片就會有通知。下條片見。